国务卿麦克彭佩奥周三宣称，中国在侵犯人权方面无可比肩，而他的一名高级官员将北京当局集中拘押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做法，比作自1930年代以来所未见。蓬佩奥是在国务院发布年度人权报告时做此番表述的。这些声明是美国对集中拘押数百万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一事所做的最直接的谴责。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建立集中营系统，并把数百万维吾尔以及其他穆斯林非法拘押的同时，还用各种手段来进行屠杀。据东突厥斯坦新闻网的报道，喀什地区印基沙县乌姆德医院的创始人托尔混江乌布里卡斯木和著名的医生库尔巴阿吉被当局任意逮捕，并在集中营里受酷刑而死。中国旨在对外扩展和主导世界的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中国在位于该项目枢纽的东突厥斯坦一边追求建设国际市场，一边不断强化针对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和乌兹别克等穆斯林民族的打压。根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中哈边境的霍尔郭斯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免签自由国际市场。美国国会参议员当地时间13日晚表决通过一项决议，终止对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涉及也门战争的军事援助。在当天的投票中，有54名参议员投票赞成，46名参议员投票反对。该法案被描述为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沙特阿拉伯政策的主要反对。台湾总统蔡英文本周一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向行政和国安部门下达反指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7点纲领。针对蔡英文的7大纲领，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3月12日发稿回应，他批评台湾当局只能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